开始人生么会讲，谈讲每3年一生之中，总会有一种作奖的奖券，一直为自家准备的礼物。不过人生的奖，总会发生的，动漫将打开这个礼物，失望都强强放弃了，将做到这种奖券，甚至是做到奖券过后，快乐会让马上分享。也礼物拆开来过后，唔是个结局，还是老给复特的。行到了尾，你要甜无？做得了了，一下无？爱你头前，还有青豆给路，一行有你做伴，爱唔会惊。强松一下无，爱你头前，还有青豆的路，一行浮上天数，飞的事情也变老自然。天当嘅月光，披讲唔知，披看拍花嘅清香，我今唔知思量人生嘅方向。大帮伊老爱讲，大帮伊。行，打帮伊老爱讲，打帮伊，打帮伊。阿哥，我帮洗个衫咧，我听讲你爱走。哎呦，我的弟啊，跟人哋嘅台旁顺嘅家嘅位啊，上嘅多啊，情况那看有冇？阿哥，唔该慢嚟动错。莫乱别个东西哦。姐夫，有钱到吗？姐夫，有钱到吗？
迄件嘛啱哦。哎呦，饭这样做唔得咧，留得没冇用。阿公拿你本人哈，好。哎呦，小妹啦，听阿公讲，这个富人家一直想要转台北，佢嫌爷爸苦啊，又嫌状态唔好，这个富人家根本就唔出来做人咩。哥哥不应该，她是我妈，她是我妈妈，妈个就唔对。她是我妈，她没有不要我。哎呦，姐妹，唔听阿公讲啦。姐妹，她是我妈，她没有不要我。姐妹，唔听阿公讲，唔听阿公讲啦，唔听阿公讲好冇？姐妹。俺叫打電話幫我，俺過做嘛？千万老这家管到减防度，唔好就死压嘞。死冇嘅嗬，有時發脾氣，會呐，佢從來冇嘅，咩窮樣，喲，呢樣冇嘅，唔好。哎呦，嗰張細學三眼神，天天都喊死人嘅呀，有乜好發脾氣嘅？哎呦，好，弟弟的，不要一直跳到阿公头晕晕的。哎，你帮阿公一个忙，上去看一下静雯到底怎么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嘘，快点下来哟。好。不要太久啊。好。好。你話多大哦？你發生乜事情哈？冇啊，那乜事情？啊，飲茶啦。啊？今年好嗎？佢拿都拿了呀，用唔換啊？哎呀，你係樣嘅咯，你啊？唉，連土不用啦。土線橋啦，加摩嘅啦，就從來唔下山咧。你要為咗千門嘅事情，你要下山耶？誒，我當笑你啊！咁嚟就按耐你嘞。唔啦，咁嚟都按多些年嘞，嘿唔係愛下山，我即刻會結天啊，唔是笑啦。哎呦，咁咪笑乜嘅咯？哎呀，是你阿公叫我来的，我不是要去女生房间的变态。
蹦伊，大蹦伊。哇，干嘛？这些都是你的。嗯。有芭比娃娃，还有猴子，还有这双小双鞋子，有牛，好可爱哦！我也好想要哦。都是我妈妈买给我的哦。你妈好好，买东西给你就叫做对你好吗？她会买衣服、买玩具给你，表示她心里还有你呀。俊俊，我恨老公，是他不让我妈回来见我，是他让我没有妈妈。可能你阿公有他的苦衷吧。如果不是他，现在就有爸爸妈妈。你有啊，我也有，只是他们都不在我们身边而已。我不想原谅他。谁？我阿公。没关系。你有我在，我保护你。谢谢你哦。不客气。亲吻。
来，亚洲的眼不卡啦。哎，阿斌，什么人啊？哎呦，谁来安比小娘做的呢？嗯？这梦呀，很乖哦。来，你来坐，这一杯茶啦。没去哎，没去哎。阿妹冇地木卡，啊，真啊？第一讨厌。哦，哎，无限贵就是呢，就下来请我吃饭啊。唔是的啦，水哥。哎，来。哎，陈教授，没去，不看有人哈，叫去煮饭。好。陈教授，留下来请我吃饭啊。啊，唔是啦，我要回去煮饭的啦。哦。你有问题呀？骗你了，你用为没的了呀？嘿，动奇怪哦，大把就爱些么嘢，总爱跟红人讲法。小李，迄个向我来的，而且宿舍个人嘅主人，阿水哥。按简单的事情就唔系讲，真人都奇怪。阿水啊，我跟你讲啦，迄小猫也好，其实鬼好怪的啦。唔好，就讲了结果糖一发比糖就好诶咩？哎呦，兄姐啊吼，迄个鬼好的小猫的呢，唔好好来对人啦。头到问啦。好人会知的啦。咁我你一大好上去慢慢嚟聊啦，啊，那先过来煮饭嚟啊。陈总慢慢来，让人看他。那点买条龙呢，按高超人懂事的。小明，你买就好啊。你有问哪边问题啊？伊发都得3个都人强用啊，神经按太强。阿斌，阿斌，阿斌来啊，出来啦！哎呦，一个人都给40条，生意很多哦。我哋啊，也有犯民众，东家手做的，他还带给风范咯。这位先生，啊？你们要好起来啊！安排做得好好教嘢给学生的啊。好啊，边人讲啊？当然俺们要喝。阿斌，来，看啦。一条海带，一条海带，左一点，左一点，左一点，搓，吃过啦啊，左一点，搓，你不会累啊？阿斌过一半。一条海带。老弟，一条海带。
你嘿，伤到实在很呛哦。让我爱哟，让我爱哟啦！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啦！刚好不用找。那我讲啥啦？反正啊，你山当带一步系咩？像技师天天的扣，等下山的存几多钱咱玩哈。进来啦，过来，先来帅搞个技师哈。係咁用嘅。係咁用嘅咯，係咩嘅啦？老幾啊，講咩都按添。誒，講係乜嘅事啦？行嘢去嘅啦，按都發咗馬啦。哎呀，冇想咁多啦，伢來下山嚟啦，唔係伢來啦。過翻堂得來，外叫我運佢出哪來？係咪佢伢來？我認人家阿爸嘛。小屁啦，行嘢去嘅啦，將佢那又唔叫起冇啦。阿哥，爸爸用嚟咧。伢爸哦，講到伢爸哦，算你啦，總係冇叫你嘅來啦。一通天發打來，就講買本人調到中國大陸上班，根本就冇夢嘅，係也唔肯，自家就太祖太義來結聽，冇人嗌做阿爸表木主度，上班去台北上班，有咩窮樣呢？哎，來，哎，點起來冇啦？哎。唉，咪啦唔講啦，伢奶吼算好嘅呐。唉，想挨冇嘅啦，你做些哦。唉，講啊唔是講啊哈，電話啊唔是打得通嘅啦，就講挨不開點點哈。一個人爬到身上來。你们不要射到我身上来，跟我没关系。哎呦，大人说啊，小孩子点点，哎，喂，阿姨哥。干呢？请问学生读书除了住校以外，就冇地方好迄个呢？干你样解释啦？哎呦，我啷唔讲啦，唔啲啦。阿姨哦，佢咩時候佢來大陸，佢迄時候佢想親吻啊。哎，親吻哦，住校嘅問題啦。迄都冇卡，還管教會多。個大學了，冇人管啊，冇人敢保準會發生乜個事情。啊，細來大學了，啊，準備去鍛鍊。請問迄細妹呢？個萬一迄出乜個三長兩短，佢哪乜個判呢？無所謂講技巧阿權呢哦，強吃死誒。然後媽唔好怪伊啦。啊，然後3年後，可以坦白生活，真是蠻無簡單呢。然後嘛有人的困難啊，見他家人啊吼，又想我去總結太了嗰片做些咩？啊，迄個片啊吼，安尼老後來再倒轉來，有時個含水人啊吼，講法就做得個太傻啦。阿姨啊，冇讓人來哦，就壓死呀啊！唉。哦，誒，錯啦啊！佢反對非教嘅事情，盡量都要擺去，係咪做得唔可以非呀？梗係想辦法啦。你也可能哦，從來不開點點啦，我又開親吻啦，阿水叫不開阿邊的啦，
要读书听啦，其他哦，当日礼拜个孙的孙女哦，孙女上海读书的啦，问个恢复到唔恢复到，其他一点仔都无关心啦。也唔免讲其他无关心啦，根本就其他唔记得，其他自家咩事的元旦国教读过书啊。这人路的啊吼，就安尼啦。像我记得啊吼，演这个像我记得的事情。除非哦，要下山去啦，然后教育局其他人吼，得甲示范啦。其他讲按3度吼，你好教，一般哦，一年的经费吼，差唔多500万到1000万啦。哎呀，有咩钱的问题啊？政府本来就要办教育的啊，做唔得个无钱，就唔本自家生意，自家加强读书啊。哎呦，梗系唔咩啲啊？嗰是公家翻的嗰啲乜人哦，當然咩講無錢，好冇？我認為哦，因為經費嘅問題哦，來恢復教啦。其他咁樣哦，攞拿錢哦，直接補助給恢復教嘅學生嘅啦，買交通費又會冇嘅啦，咩堅持去恢復教？佢交通嘅安全性事啊，喺唔見到生意來了未啊？當然哦，我上學教嘅時間吼。哎，我來來去去啊，2點人鐘嘅茶餐，可見得奈何麼？你不就唔點嘢小氣嘛？唔仲信可唔可以咧？也係半唔嘅，什麼嘅我喏，唔行好哦。個愛冇希望，唔係味道。阿水樹真好嘅，做乜嘅？因為我唔會企喺低，原來係咪會半嘅腳條？你講阿水樹冇愛唔掉手冇貼款起來係冇？慘了，什麼了？這是靜文給你的嗎？對啊。什麼事情慘了？為什麼他有我沒有？我是問你什麼事情慘了？除非我也有一個，我才說。那我不要聽，跟你有關的事情，我不聽。是跟你爸有關的事情。什麼事？那個，我要那個。阿碧，先給他，我下次還不給你。这下子你可以说了哈。你爸要去大陆工作，所以云顶如果废校了，你跟士兵一样要去住校，不能去住你爸家了。这样很好啊，静文，我们就有伴了。谁稀罕啊？臭美，谁稀罕？走得越远越好。都是你啦，害他哭了。他又没有哭，不要哭了啦！我是为他好，只要你知道他办的事情，他才有心理准备啊。什么是心理准备？大蹦伊。新闻有高有少嘅秘密，已經變做幾十鐘頭傳來傳去嘅秘密。阿你把愛愛聽在格格叫幾多幾萬人，甚至佢係攏係講笑，全家就係眼不卡。新聞嘅秘密都簡單。就係佢正經去到台北尋家妹，不過做乜嘅要安度好，媽媽老相片度做嘅丈夫，
竟然一模一样。6楼张美丽，张小姐是你妈妈？我不记得她有小孩啊。我跟妈妈没有住在一起啊。是哦。快一点，时间快来不及了。好啦。张小姐，有人找你哦。美丽，你怎么了？我女儿。需要我们帮忙吗？不用，我想跟她聊一下，麻烦你们出去等一会儿。好。你长好大了哦。你好漂亮，像公主一样漂亮啊！你才漂亮嘞！你今天怎么会来？啊？是你爸爸带你来的吗？妈妈今天要嫁人，要结婚了。我跟你爸爸已经离婚很久了，你懂离婚的意思吗？这10年来，妈妈有一直求爷爷，可是你爷爷不答应，他不肯让我见你。我是真的没有办法，所以才离开你的。你不会怪妈妈吧？不知道。阿姨对你好不好？我跟阿公住在一起啊，阿姨跟爸爸住在台北啊。你阿公那个个性哦，看全世界女人都不顺眼，你爸爸又只会逃避。好漂亮哦！你跟妈妈一样，今天都是新娘子。我承认，妈妈是故意透过朋友，让你爸爸知道我今天结婚。可是我想不到，他会让你来。爸爸不知道今天是你的婚礼呀，我们都不知道啊。是我想要来看你一眼，才叫他到来的。你爸人在哪里？他在附近。这样不行，我打电话给他哈。静雯。
我寻你在哪里？我拜托你告诉我你在哪里。大蹦伊，大蹦伊。女儿从身上跑掉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啊？那你为什么让我跑掉啊？停车！我们聊，我等你。恭喜你找到你的幸福，但是你的幸福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曾伯勋先生，这10年来，我只见过我的女儿几次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今天我都见到她了，我不可能放着我女儿不管。那你现在想怎么样？我只要我女儿平平安安的。喂，我女儿在你那里啊？好，请问您是？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爸爸，妈妈，庆文，你这个很难啊。再见。大人处理的方法，小孩子不要管。请问，喂啊，我小孩生日好耶，我带你生。妈妈，我跟爸爸一起去吃牛排，你赶快去结婚吧。我说过了，大人的世界我们自己会处理，小孩子不要管。可是这是对你很重要的事情啊！如果我知道我跑走，你就不去结婚的话，我一定不会逃走的。妈，你赶快回去结婚啊！跟着爸爸就可以了。交给你，没问题。美丽，我们送你回去进行婚礼。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静雯，对不起吓到你。叔叔在这边等很久，如果你们跟我去，我对安可家里面的父母会很难交代，你懂吗？妈妈，我可不可以再抱你一下？妈
妈，你好香啊！妈妈再见，妈妈再见，妈妈再见，妈妈再见。怎么了？我还在闻妈妈的味道啊！爸爸，妈妈真的好香哦。亲吻嘅秘密，其實係佢發現阿爸和阿妹係喺同上嘅語言腔下，像係我俾佢哋講出來，當初我本佢哋行較艱苦，喺講佢哋3年就做得保守一隻秘密。可能還有可能做得再個見面，也係接見面，沒有可能。小李先生，這世界幾多年就會做先生係？世界嘅字眼哦。重生哦，就像愛做長長嘅形容山，做長長嘅形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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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愛強用，無嘛嘅太子鄉，做形容嘅字眼哦。太子人細妹講。已經打開嘅禮物，有一日，佢將抽屜搞了東西共用，本人無睇。不過未來，你有一剎做得送到了東西嘅對象出現時節，你就會想起來，頭擺嘅隻禮物對你來講有幾重要咧。這啲係我細妹嘅朋友啦。係啊，佢係我男朋友。騙人！我阿公自己說要下山去抗議，是真的嗎？我的村長阿公都嚇呆了。你有沒有小朋友吵架啊？女生就是這樣，晴時多雲偶陣雨。你順條嘅說阿妹嘅係馬山哦，係唔係雲當人啊？係啲啲啊嗬。慢慢來看解起嚟，係唔係很可能對將來不講有嘅不應該想留灰，戀愛這個表講你唔要應配，愛同解對，你這個應該沒人用，從早的走過談愛上癮，假使有緣愛你動情，依舊唔是對愛。都分享感也真感言。
你。